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好似永遠都喺度趕緊進度？好似圓滿或者成功呢啲目標永遠都同你差咁啲，而你永遠都係遲到嗰個。我哋身處嘅文化將人生當成一場有固定終點線嘅比賽。如果你30歲仲未去到嗰個位，或者40歲仲未安穩落嚟，世界就會喺你耳邊細語，話你行錯咗路。我哋會將自己行過嘅冤枉路、停滯不前嘅計劃，仲有嗰啲無聲無息嘅歲月，通通睇成係浪費時間。但有冇諗過，嗰種未完成嘅感覺，其實唔係代表你失敗，可能佢純粹係一件傑作喺未完工之前，最自然不過嘅狀態。我哋成日會為咗冇得行直線而感到難過。我哋望返轉頭，覺得嗰幾年做過唔同嘅工，或者維持一段無結果嘅關係，就好似一片空白咁。但喺一個有心經營嘅人生藍圖入面，根本冇所謂嘅浪費。試下唔好將人生嘅彎路睇成係延誤，而係將佢哋睇成觀景台。有一種獨特嘅風景，一種特定嘅同理心同韌性，係只有當你被逼行遠路嘅時候，先至可以磨練出嚟。如果你真係按照自己想要嘅速度前進，你可能會錯過咗只有喺山谷入面先會開嘅玫瑰。你喺人生候車室學到嘅教訓，為你帶嚟咗一啲喺高速公路上永遠得唔到嘅視野。你無失去時間，你係贏咗深度。當你知道你嘅人生係被創作緊，而唔係單純被管理緊，你會感受到一份深層而古老嘅平安。喺我哋嘅傳統入面，我哋相信嗰位喺你生命中開始咗美好工作嘅，必定會信守承諾去完成佢。呢一刻，你可能望住手上幾塊好似點拼都唔啱位嘅拼圖，呢度有一塊係傷痛嘅邊緣，嗰度有一塊係事業轉型嘅奇特曲線。喺過程之中，睇落去確實係一團糟，但作者並唔會對呢種混亂感到意外。每一次嘅兜路，其實都係一次機會，去鍛煉你未來路途上所需要嘅肌肉。無嘢係白費嘅。你嘅過去唔係一連串拖慢你進度嘅錯誤，而係塑造你品格必經嘅地形。你並無落後，你正正就係處於作者寫緊嗰一頁。咁樣，當我哋依然覺得自己未完成嘅時候，可以點樣行落去？第一，我哋要承認，成長唔一定係肉眼睇得到。樹木喺冬天會向深處扎根，就算表面睇落一片葉都冇。就算你過去3年冇攞到任何獎杯，都唔代表你冇進步。品格係喺嗰啲無人睇到、默默堅持嘅無名時刻入面鍛煉出嚟嘅。第二，我哋要擁抱進行中嘅自己。你絕對可以同時係一件傑作，又同時係一個施工中嘅地盤。你唔需要做到完美無缺先至有價值。彩色玻璃窗之所以靚，往往係因為嗰啲雙嵌線，即係透過恩典，將破碎嘅碎片重新連接埋一齊嘅地方。前面嘅路依然喺度，冇錯。但你唔係以一個失敗者嘅身份去趕進度，而係以一個已經摸熟咗地形嘅學生身份行落去。如果你最近覺得自己好似支離破碎咁，請深呼吸。呢啲碎片今日睇落可能冇乜意義，但呢幅拼圖正由一雙永遠唔會出錯嘅手拼湊緊。你嘅過去提供咗質感，你行過嘅彎路帶嚟咗智慧，而你嗰啲荒廢咗嘅歲月為你提供咗根基。繼續行，繼續努力向前。唔係因為你落後，而係因為個故事開始精彩，而你生來就是要見證佢嘅結局。繼續成長，繼續療癒。你正正就係處於你最應該喺嘅位置。